苗栗太府马个真有名呢，大家体现上到位，拍入草莓、吃泡的。每认真有草莓，能有韩国多人认识太府也就蔬菜。不过菜体有一群归家乡的后生人，唔想喺大家面到太府路抢上到草莓嘅，伊能录制呢一张反强富民联盟。伊能嘅理想系后生人归家乡富足乡民，想要发挥韩国多嘅创意，为韩国多人了解。归家乡唔系抢死地做农嘅，也有几多好发展呢？伊能唔单止每张日会办青年论坛，每会串联农业、做烹也得话韩国文创、休闲旅游，也都冇运用两位的后生嘅，为农村家庭新的元素同想法。哈，一点一点，看到吗？先剪下个。剪给嘿。嗯。好。还有那个。有啊，好，先不用等，这是不平哎。南开汉两公婆头拿我起来健康定数米，上来喺度几钱嘛解喏？你看迄有嘛？应该是啦，有的啦，是的。一片一点线下来。行到到几次，所谓好富士的宝，就系牛种嘅字，我得到日子无按改，我当作心来吃，莫做未为哩。当年半夜班哈，就是采收那种牛樟种子的时间呐。好，个人辛苦就是为到一几粒的种子啊，一粒一粒的长木水要当好啊。唔系无规拍的哈，爱用剪哈，强势长好有打算，一天要摘有的，好，个月也有天的时间，迄一个时间高铁无摘到的话，又跌下来又无哈。本地的中国大陆做家畜陶瓷事业嘅南开汉两公婆，3年人切有100几飞，转到家乡苗栗太府，累接夹把种嘅几片的野牛种。10公元前那莉风灾的时候，然后它制裁时候金水金特的，哦，他妈杀皮从某公啊巴有像吼，以前都睇按罗书的嘛，伊只因缘机会啦，因为像政府按用的奖励照理的补助，就像啊更好种嘛书的。种牛种蔬金哈。行到今天同爸爸乡下为同头摆倒下来嘅树位，一条一条嘅在高中多进去，韩国爱来买牛种皮，同丰育种苗同其他嘅相关产品。不过头下嘛，上会抢高人韩国同人交流，啥无奈希望其实。刚回来的那2年，我们都很忙。就是忙在山上种树啊，然后忙着自己的产品开发。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跟时间去跟外界做交流。可是因为我们本身都不是农科的，然后我们在投入农业的时候，我们很想要去学那些知识，我们很想要去找资源，可是我们都 touch 不到。故作行到今天成立反强富民联盟，前来木卡开支催所韩国做美国感嘅黄文义向下来合作。像安样奶吼，全部用机式来囤到安尼盆，主要讲吼，佮加水分较唔会流失脱。过来天气点吼，又老粗的向下向上，过加减的吼水分就无按夹来流失脱，唔会被太阳晒到安尼。嘅减的变到走好好咧安尼。黄文义太好土嘅係佢喺同刺通化工廠內，3年前佢轉到家鄉，對本地嘅成機產業換去做農，佢想會改變屋卡傳統賣減味嘅方法。條下馬同佢爸爸睇行銷個飲香冇相同，不過佢親密講到佢爸爸向下嚟研發新嘅包裝。我哋都會想講，一下新時代人轉來，按樣嚟來顛覆一個傳統，按樣來一隻感想，按好嘅東西本人看到，故所我就來做一隻適合嘅感想嘅禮盒，用書嘅去甲做，去甲當，個設計嘅封面包裝，來行銷出去，按面來老我減嘅增值加分。對於某寶來講，佢送禮，沒冇看過按嘅禮品。木箱是創意是很好啦。就是說，你是外面跟人家
买木材来做的话吼，根本都那个人做好根本都冇办法成的，所以有办法切价做，从头开始做到好，啊切价当有个利润。王本义很想运用嘅嚟增加行销，韩国本人看到嘅机会，故所同南海岸利用公婆成立联盟，每期盼强烈论坛，调下马联盟，韩网友办先前，将来嘅公司都可以来分工嘅。论坛是一个可以把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，你有聚集，你就有机会有交流、有互动，然后透过这个互动，可以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机会。请来的每一个讲师，我们都只能跟他说很抱歉，我们真的没有经费。可是讲师是他很认同我们在做这些事情。今日家到韩頭一拜期盼豐入從傳飛，結合菜地色彩，為人下了解菜地文化，未了解泰府唔但搶有草莓，也烘生入天地。我们在户外办餐桌，用大木板，然后用柑橘香当椅子，对，然后我们让他吃客家菜，但是客家菜我们把它摆盘摆得很精致。我们希望提升大家对农村的那一种印象，还有农村的质感。农村并不是一个汗流浃背，然后好像很脏很落后的地方。对，我们希望农村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农村的美。家到味道會潛下卡多經研出，韓前嘅配地鄉鎮嘅後生人向下來家業，同各個嘅準從結合起來，安呢再去家鄉巧妙事業嘅一條路就唔會過時。想做的、想推的青年返乡，然後再想幫助在地的小農這一塊，我們理念都是吻合。那我們配合度，然後再就是我們共同就是理念，就是想說把整個小農推出來，然後整個苗栗讓大家看到。這邊有超過10組以上的返鄉青年團隊，超過300多個就是可以串聯的點。每一個都是整族，但是基本上我們發現有很多的朋友，甚至是外地，因為我是一個外地人的角度，他們不會特地來苗栗這個地方，就為了看你一顆珍珠，很困難。所以我想要當那個珍珠項鏈，把這些珍珠全部串起來。同跨兩域聯絡起來，經過整合，家哋會提升苗栗文化同觀光產業嘅價值。未希望同政府傳統嘅推三線計劃結合起來，唔但將同文化保留下來，產業未有好創新，而用清天然嘅菜地體驗，本大家對苗栗有全新嘅感受。